美军退役的高官嘛组团来看咱韩国演习，分享实战的经验。这几天咱的演习个时阵，这中国是一直咧侵扰咱的海峡。这中国海警船是连续2天伫咧东沙的海峡来来去去。咱的海巡是认为讲，中国安尼是咧试探咱部署的情形。陆军53工兵群昨日伫淡水河口头一摆进行爆破操演，合作强军对台发动突袭。韩国41号演习采取无剧本演练新战术、新战法，也新战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加入。美方关心国军演习成效，由美军退役高阶将领组成的韩国演习观测团进行到台湾。当中，前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傅林就来到淡水河口，试图互助防卫，分享这个实战的经验。我们也有蛮多的一些部队有去美军跟美国有进行受训，所以其实这一次的一个成绩的一个汉光演习的结果，事实上也会去让美国跟我方跟美国两边都会重新去思考接下来要训练的一个步骤。学者分析，除了展现台美相关军事合作，美方也研判强军确实有可能对淡水河口独立，所以国军的河道组织是非常的重要。国军增强部队实力，应对中共挑起两岸情势紧张。因若中国2只海警船伫汉光演习期间，初9、初10侵扰东沙海峡，拢无开启 AIS 军标自动辨识系统，想要来稳住航迹。海巡台南站真紧用广播来处理，两船上军敢若离0.6海里。中国海警船31动幺，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台南舰广播。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海巡研判无排除中共就由国军汉光演习期间用普设地带侵扰测试咱海上巡逻部署，消耗海巡的执法能量。另外，国防部昨日发布查到共计14架次，其中超越海峡中线进入北部加东部空域9架次，结合共南9架，公务船1架侵扰台湾，国军是严密应付处理。记者综合报道。